主后2023年5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暗暝的祈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第4篇。为我辩护的上帝啊，我求救的时，求你应我。我困苦的时，你有甲我透放。但求你怜悯我，听我的祈祷。恁这人啊，将我的尊严变做见笑要偌久？恁以后的功夫，对找虚假要到第时？着知上主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做伊家己的。我求叫上主，伊会听我的声。着惊吓毋通犯罪。伫眠床休困的时，心着安静自省，着显下上帝心意的节，嘛着倚靠上主。真侪人伫讲，啥人会当指示阮甚物好处？上主啊，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阮。你互我心内有欢喜，赢过人得到真侪五谷甲新酒。我要安然倒咧困，因为只有你，上主会互我安稳徛起。暗暝的祈祷。现代中文译本伫诗篇第4篇一开始，写落安尼的标题：求助的暗祷。真侪基督徒逐工暗时要困进前，也有暗祷的习惯。毋知你伫暗祷的时阵，祈祷的内容是甚物呢？是向上帝感恩，感谢伊一日落来的保守和带领，还是甲上帝开讲讲心事，向伊讲述家己内心的喜怒哀乐，还是向上帝投诉，对伊讲家己遭受到的无公平对待，求上帝主持公道呢？对这首诗篇的内容，咱通发现诗人甲上帝看做是伊的辩护者。辩护者通常是徛踮伫被告的头前，维护伊的人权会通接受公平审判。伫这首诗的内面，诗人希望上帝成做伊的辩护者。对诗人来讲，上帝是辩护者、回应者、患难中的帮赞者，也是聆听者。诗人是为着甚物向上帝求助呢？伊向上帝求助，是因为伊感受到互人侮辱。诗人指出，遐个羞辱伊的人，是一阵以爱功夫对找虚假的人。这阵人明显是伪善之徒，因简单追求表面的虚华和世上的成功。回头来看现今的处境，伫咱身边可能也会发现一寡爱面子的人，因介意夸大家己成功的款式，实际上却毋是安尼。诗人并无赞同安尼的价值观。若像有人向诗人炫耀因的成功和虚华的富贵，互诗人感觉郁卒阁失志，互人摕来比较，确实无偌好感受。特别是伫成功富贵顶面，互人比落去。现实社会用这种虚华的价值来评比人的成就，难免会互专心尊叹上帝旨意的人感觉灰心。为着安尼，诗人伫一日结束，得要去困进前，迫切向上帝祈祷，求上帝亲自为伊辩护。毋但安尼，
诗人也思考，什么才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诗人讲到，上帝欢喜虔诚的人，面对上帝爱惊吓皮皮喘，保持敬畏的心，远离犯罪。向上帝献所着献的祭，通解说做应当行出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圣经侪遍提到，这物毋是互上帝喜悦的物件，独独只有愿意遵行上主的旨意，才通得到伊的欢喜。对规句诗，通看出诗人是一个认真思考的人。伊深刻默想，人应该着甲上帝建立安怎的关系。这毋是随便笼统讲，爱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就通达成。咱看到诗人愿意伫上帝面前做敬虔的人。惊吓皮皮喘，避免搁再犯罪，着爱一心信靠，毋通三心两意。就算有人向伊炫耀世上的成功和富贵，伊也袂欣羡。相反的，伊感觉有上帝的保守，互伊一倒落去，就通安然进入梦乡。这是上帝对伊上大的祝福。确实是安尼。伫今仔日的社会，有袂少外表成功富贵的人，想要求着一眠好困，却得袂到。有上帝甲咱同在，互咱通安然入梦，一眠好困。这是上帝赏赐的珍贵礼物。默想，伫一日结束得要困之前，我通甲上帝讲甚物话呢？伫一日结束要困之前，我通甲上帝讲甚物话呢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天父，求你互我保持敬虔的心，伫你面前拍开家己。求你监察我的心，赏赐互我平安喜乐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